呢條片咧就會講一講 DSE 2014年嘅 Section B 第19條啊，咁就係關於 probability 嘅題目啦。咁啊睇一睇題目咯喎，咁啊題目咧而家就話有兩個人啦，分別就係 Ada 同埋 Billy 咧，就係玩緊一個 game，咁啊有兩 round 嘅。咁啊 Part A 嘅部分咧，咁啊淨係去 mention 緊呢一個 first round 啊。咁 first round 咧就係講緊咧 Ada 同埋阿 Billy 咧就會 take turns，即係會輪流咧，咁就會擲色。咁啊，邊個最先拎到一個3咧，咁就會贏咗第一 round 啦。咁啊，然之後咧，咁佢哋就會 keep 住玩啦。咁啊，直到咧有一個人咧係會贏出 first round。咁啊，而且咧 given 咗咧 Ada 咧就會先throw 嗰個 die 嘅，即係會先擲色嘅。咁啊，part A 嘅部分就叫我哋去計Ada 會贏出呢一個 first round 嘅遊戲嘅機率係幾多？咁啊，看似係 probability 嘅題目，其實實際上咧都有一個 GS 嘅概念喺呢一度。咁我哋先分析下而家呢個情況先。咁啊，part A 嘅部分 Ada 先啦，咁即係其實佢可以直接就贏咗咯喎。咁我哋擲色擲到3嘅機率咧就會係1/6。咁啊之後咧，佢可能就要利用到第3次我先擲到啦。咁啊點解咧？就係如果佢第一次擲唔到，咁之後咧就去到 Billy 都擲唔到，然之後去到第3次佢就擲到啦。咁所以咧我就會將佢睇成1/6乘以25/36。咁啊下一個機會咧就係5次啦，就係 Ada 擲唔到，咁就係5/6啦。Billy 擲唔到，之後到 Ada 都擲唔到，Billy 都擲唔到，最後咧第5次咧Ada 就會擲到啦。咁所以你會見到咧，永遠我就會將 Ada 擺先，之後就 Billy、Ada 如此類推，咁就一定係1、3、5如此類推嘅。咁啊去到第3，即係第 P5呢一個情況咧，我哋就可以將佢寫成1/6乘以25/36嘅2次。咁我哋會見到喎，而家1次贏到，或者3次贏到，或者5次贏到，或者7次贏到。咁所以我哋所謂嘅 probability 咧，咁就係將呢啲嘢相加啦，就會係 P1 加 P3 再加 P5，如此類推。咁就係1/6啦，再加1/6乘以25/36，之後再加1/6乘以25/36嘅2次，如此類推。咁加到幾時先完啊？咁啊，因為呢個遊戲係無限地延伸落去嘅，咁所以係沒有一個 end point 嘅。咁所以喺呢個情況，即係代表住咧，我哋係要用緊一個 sum to infinity 嘅公式。咁 sum to infinity 咧就會 A/1 減 R 去處理啦。咁我哋會見到啦，而家嘅 A 咧就會係1/6，然之後咧個 common ratio 咧就會係25/36。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個公式就係1/6/1減25/36啦。咁啊，最終嘅答案咧就會計到係6/11。咁啊，完成 part A 嘅部分。